认识了人，然后交换了名，没有后续的发展。人跟人之间其实人际深度，它才会有后续的所有的效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saac。我跟我一个在做业务的朋友聊到，然后他也是他在外面这样子跑业务啊，然后认识不同的人，拼命参加像是什么扶轮会、狮子会，然后一直在换名片。他其实不知道他每天在外面认识这些人到底可以有什么后续。所以今天让 Isaac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人脉或是人际经营。很多人都会说人脉，可是什么是人脉？大家很常说，认识了人，然后交换了名片，就叫人脉了吗？你会发现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那个没有后续的发展。所以我觉得，与其你说人脉的话，你不如说人际深度。人跟人之间建立人际深度，它才会有后续的所有的效果。那什么是人际深度呢？大多数会觉得人脉很缥缈的人，他常常在人际深度在第一层，就是递名片啊、吃饭啊，或者是 Hello 你好，我是 Isaac， 请问怎么称呼？哇，好厉害哦，不错哦，然后很高兴认识你。通常这样子就会没后续啊，所以第一层这样是很正常的。重点是在第一层这个时候，你有没有一些关键字，让对方觉得我对你有兴趣，我想要对你更认识、更进一步。这个更进一步才到第二层。像第二层的时候，他常常很需要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、隐蔽的空间，不会是像是在麦当劳，也不会像是在星巴克，因为那环境太吵了，太不适合好好的沟通。对，热炒店绝对不行，热炒店就是干啦、喝啦，这个好吃哦，这个很辣哦，不错，那还在第一层。台湾人超爱约热炒店，约热炒店是拿来嘻嘻哈哈的，要讲说是发展人际，那不会发展。第二层的时候，常常是你必须在一个比较好的隐蔽空间、比较好的餐厅，所以那个餐厅可能要有点价位，你要好好的认识他到底是干嘛，以及对他介绍你是什么。但是过程当中，你就会知道这个深度的常常不是来自于拉比赛，也不是来自于我很善良，我想要多认识你，我想要交朋友，而是你有没有作品集。你的人生累积到目前为止有什么作品集，会影响到人家对你的认识的理解力。同样子，你也在过程当中去审视他的作品集。大公司你曾经经手的案子、金额，你认识了哪一些 key man， 然后哪些厉害的人有没有在跟你一起生活，这些东西都会是一个很厉害的作品集，会影响他会不会想跟你更进一步。所以通常到第二阶段的时候，你会比较知道哦，我这个人的样貌是长什么样子，你可能会比较知道他的发展个性、抉择机制、意识形态跟价值观这些东西。到第三层的时候，常常是在第二层的延伸，所以你会知道某个方面的他的资讯了。那你如果透过不同的见面的形态，像是有的时候是出去玩的时候，你看到他不同的样貌，或者是在下一次在吃饭的时候，你跟他更新你的作品集，彼此交换讯息的，因为对这个人会更多的理解，然后更熟悉他的样貌跟轮廓。到第四层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合作，会产生一些建议，或产生一些人际的链接。这时候是比较到人际在干嘛，人脉在干嘛了。到第五层通常已经很深层了，像是你已经开始进入到他的家庭生活。他家庭日啊、家庭时光的时候，有时候邀请你来，你已经渐渐成为是他愿意花时间在你身上建立私关系的人。当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你跟他做经营的时候，你只要分享就可以了。像是Isaac，我跟你分享有个厉害的事情，然后我们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，我听了之后，我觉得不错酷好玩，所以我可能就会联想到，那我们有没有一些合作的机会？我哪个朋友可能会非常适合你？这时候的人际连接就会非常非常的自然，非常的润滑。所以你看如果没有这些人际深度你直接来跟我说，Isaac 有个很厉害的案，希望你支持。我第一个反应就是，谁知道你丢出来的案子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大家很常就是因为没有那么重视诚信跟团体意识，因为有利可图就跑的时候，我怎么会知道你跟我丢出来的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懂了吗？所以就是人际深度才会有后续的合作，然后商业行为的产生。所以人脉这个东西，你要加上深度，你才会知道到底在干嘛。哇，那刚刚其实台湾很常在做一件事情，大家以为的人脉是我有换到名片，我有加到你的脸书，我有加你的 IG， 你就是我的人脉。没那么简单啦。这个时候就希望你跟我买东西啊，或是有好康的、有很棒的活动，你要找我啊。在第一层我们就在妄想，所以有很多好处，难怪大家那么挫折。在跟人建立连结的时候，怎么会是跟你说，你好啊，我是卖什么的，我可以卖东西给你吗？不是，一定是对一个人做比较深度的认识了解，才会有后续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高级餐厅或者私人招待所存在的意义。没错，它的环境很舒服，它很适合好好谈事情，好好的去认识彼此，因为环境很好，所以大家会比较放松，会比较愿意就是把更多的资讯揭露出来。场合的重要性就在这些地方。谢谢艾莎哥的分享，然后大家喜欢这期影片的话，可以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。拜拜，大家拜拜。